金明所讲的话啊，即摆会使证明是正经的，伊无讲白贼。你要安怎处理？是无可能放周玉芬煞。周玉芬当然爱为伊的作为付出代价，但是我并不是咧问伊，我是咧问金明。金明是你的亲骨了，我捌听过护毒不食子，唔捌看过恶犬咧食老母。我这一生中，伫乌道的风风雨雨，我拄过太多，什么款无情无义的人，我拢捌见过。但是金明比我所拄过的人，也搁较残酷，也搁较冷血。一个出卖家己的老母，保护家己的人，我毋捌见过。假使若有一天，互金明亲手甲你收起来，我原来袂感觉意外。是啦，金明的心肝实在有够凶，不过，敢是只有这种不得手段的人，比较较有机会，敢毋是？我是无想要看伊剁你的脚，斩我的手。一个已经失去人性的人，只有干那一个方法通我制裁伊。伊是我的后生，这我就要看你安怎做处理伊。上好是我满意，若无我就家己动手。金明请我食饭，照你讲，我应该真欢喜。不过我愈想，心内就感觉愈不安，把酒杯安尼一直逼吵，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代志共款。周玉芬，你爱尽力，千万唔通自乱脚步。我周玉芬，既然会当为一个红包场的歌手，成为国宝集团的总裁夫人。我会当为总裁夫人进入伊岛家族，所靠的都是耐心甲智慧。到伊岛，我就慢慢来甲你讨。只要林天生阁愿意行我一面，我就会当摕到我应该得的地位。恁大个拢伫啊？歹势啦，可能有淡薄无爽快，先入去休困。是安怎？你会感觉心虚？无啊。无？你心内敢无任何的不安甲亏欠？天生，我是毋是做毋到什么代志？是安怎要出卖我？出卖你？我无啊。你讲你无出卖天生，那安尼我问你，帮票之后的幕后主使者，毋知影是毋是你？但即摆是啥人阁想要陷害我啦？我就算讲是甲天照打，我嘛无可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代志啊！到即摆你阁想要辩解？我无做的代志，叫我要安怎承认啊？天生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啦！一定是有人存心不良，黑白甲我冤罪命，想要害我去死啦！
给我的自首，你阁唔承认？那安尼我就公开你的罪行，你心服口服。你知影讲出你的罪行是啥？就是你的亲生囝金庸。金庸，想袂到吼，是你的亲生后生严谨。金庸，你要来？你要来安尼为着你家己的利益，心肝这么样，害我亲生的老爸，搁用心计较，想要让姊妹死。你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已经无法度替你后扛，所以我选择大义灭亲，公开你的罪行。你拍我一个，就算讲我报答你的养育之恩。天星，人哋讲人情留一线，你也好想看，过去的代志，我已经放下。天好大的，你放会落，我放袂落。我永远拢会记得铁虎大的死，我会替伊讨回公道。周玉芬，原来是你，我走投无路，我竟然用尽心思返来台湾甲你团圆，用心想要来补偿。我安尼做，竟然是因鬼而体。20年前你陷害我，你不但一点反悔意思都无，20年后，竟然想要来陷害我的亲生查某囝，你的心哪这么强，哪会这么老大？我知影我唔对，当年是乔哥伊威胁我，伊甲我讲，伊只想要到死铁舞蹈。不过我哪唔知伊会对伊来动手啊！我有手的代志，是我后悔家己，连我家己嘛唔知我谁人做出这款的代志啊！玉芬，无要紧，这代志我拢袂甲你计较，因为我对你的情有够深，对你的爱嘛有够坚定。杨哥对铁舞大的死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原谅你。你嘛知影，阮江湖中的人上界注重的就是情甲义这两字。你会当对我无情，但是我袂当对铁牛大的无义。对伊往事，绝对要讨回公道。所以周玉芬，为了这件代志，你一定爱死。其实我真正知影我唔对，我请你原谅我好吗？我该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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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该死。但是，金明妈妈真正找个金明，你来救妈妈，你叫妈妈用你帮我求情。叫你爸爸帮我一条小街，行。今日变干的，谁全拢是你家己造成的。小子，小子，你们说
对10个月时，亲像甲你无大汉的亲骨了，这是我的后生呢。你讲，你想到要安尼做？莫阁讲啊！你永远敢若会替你家己想，你所做一切，拢已经证明你是良心不义，你真正无良心，天理不容啦你！小可，这查某人要安怎处理，由你来决定。是。有空，我冇什么事啦，拜托你原谅我们太快啊！但是，我以后我这边生活，我拜托你，我才会好好的回想。你帮我一条心啦，好上这个机会，我拜托你啦！我冇什么事啊，谁来救我啦？手，我真正知影唔对，你替我救一下，我手，我拜托你啦！靠啥？互伊直着应着的处罚就好啊，无一定爱死啊。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不用。嗨，照夫人的意思去做。嗨，我爱啦，我爱死啊！干嘛？你帮我说啦，谢谢，我叫你，我知影唔对啊啦，你好些小这个机会，你帮我说停下。谢谢，谢谢，我请你再几年，都是为了要带家你，让你真真正你送我去死去。你是我来这么啊，老公，我敢我！不是，你有这个话都可以做题目，我会记。是啦，我的这个心肝这么好痛，我会再。老公。
遐细路，讲安怎讲，伊是你某啊！这查某当年害死我的大兄，害我走投无路，你无可能放伊煞。你有人有第一想啊，可是你真正要互伊死，到时阵你不后悔啦！绝对袂后悔。爸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！金苗，你是安怎死？金苗啊，你是安怎入来的？我想有你，伊就有早锁死啦。我唔知影我是安怎叫你来。爸，你唔是甲志公带做伙，是安怎搁转来？我人是搬去甲志强住，也毋过咱金界公妈是要搬去倒，所以我甲出头家参详，继续做这个所在来安咱金界公妈。我逐工拢等来遮烧香拜拜。金苗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哪安尼戆神戆神？我就痛苦，我就痛苦的，我艰苦，艰苦，破病心，行，咱来去看医生。爸，无啦，我无破病啦。假使你亲生后生，还是亲生妈妈，你应该会安怎？金苗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敢讲你妈妈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爸，我甲姨头头人讲妈妈是害伊走落去日本，放落手的凶手，伊已经把妈妈杀死啦。什么？我相信妈妈的凶手，是我唔对啦。真正的？我就后悔，我就后悔，我唔对，我不应该安尼做。好主，不好主，不好主，不你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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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哥不好死，不好死，不你死，不你死，
来！咱来去警察局，咱来去报案。爸，那卖报案，千万卖报案。就算讲你报案，妈妈伊嘛袂活过来。金勇，想无咱都找你妈妈尸体，去安葬。想无你就来杀人凶手，杀去坐监。行，爸，卖报警，卖报警啦！袂用个，咱这是有法律国家，咱咧无缘无故杀人，也受到法律制裁。行啊！爸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卖报警，我无愿意失去我的亲生老爸啦。叶老爸，林天生，伊怕死你的妈妈。我已经失去我的亲生妈妈，我无想要搁失去我的亲生老爸。我若失去伊，我就会变甲一无所有。爸，就算我求你，这段案就到这为止啦。你在讲啥？你在讲啥？到即马，你还在孝顺林天生的财产，这个心内除了名利以外，你敢有是非黑白，敢有良心道德？我求你画一条生路啦！归来，给我归来！金明，金明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不用，这件代志，敢若是你甲我知影，一切由你来做安排。什么状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嗨！这是我包的新仔地。塔龙，你是安怎安尼甲我看？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即摆徛在我面头前这个约克，是毋是甲我结婚20年，迄个某，迄个约克？是安怎？当初你要伫周玉芬命的时阵，完全变做另外一个人。你是怪我心肝伤凶？毋是，只是我以前所熟悉的约克，是一个温柔、单纯的查某人。身为新丰组的后代，极度之女，我自细汉就看惯死江湖上的金权大人，我嘛知影要生存落去，心就袂使伤软。我嘛有讲过，假使若是有人要伤害我的亲人，我绝对无惜性命来保护。约克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竟然无发现到，伫你温柔的外表下，竟然有刚烈的一面。我嘛真配合你斩断情丝的魄力。出去！你笨！林天生，你地下不容！林天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来阮厝的什么贵事？我来恁厝什么贵事？我是要替玉芬讨一个公道。林天生，想讲你心肝这么乱大，竟然杀害玉芬。金顺是见亏世面，应该知影无证无据的诬告是会吃官司的。哼，人伫做天伫看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我金万山，一个大宝囝，
我是用我的性命来爱玉芬。就算我知影腹肚内面有别人的囡仔，我要维护伊的名声，我要心甘情愿替伊保守秘密。甚至伊要等下你的身躯边，伤害我、破坏我的事业，我嘛吞忍落去，无甲伊计较。你呢？你声声句句真心的爱伊，结果却将凶手来杀害伊，根本就不是查某囝。我要替玉芬讨这公道。你太死！你想好甲我拍死？我去营造地府，找到玉芬，带回来，求你偿命！你想要跑人啊？是啊。以前老多人，你还没该跑，是不是查某囝？阿伯，我真正想无呢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害来害去的？阿伯是上无辜、上可怜的人啊！你真要什么老婆啊？你竟然还阁拍落手！阿伯，咱莫杀伊啦，我送伊转去。金明竟然出卖家己妈妈，伊乃真心做出这种代志。对啊，我本来嘛真恨追玉芬，啊，不过我着伊亲生后生安尼出卖伊，我嘛感觉足残忍的。我要叫阮岛上放伊一条生路，阮岛上就唔肯啊，我真正无法度啊。是哦，你唔通自责，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。阿伯，我回等你。是嘛姐，我来就好啊。谢你哦。姐，姐，你什么时阵要转去日本动手术？我是要动什么手术啊？我拜托你，你听话，紧转去日本动手术。哦，迄件代志哦，是误会啦，我根本吼无得到什么脑瘤啦。迄天的精神伤过乱啊，拢袂负甲你解释。是哦。志强哦，今天我一定会向你赔罪，好吧？阿伯，咱来走。Hello， 我今日买的水果真正有够甜的啦，来，对啊。哟，功夫原在呢，劝神就是正神。我这球功夫原在，也无你投球的技术甲金庸差真济。迄当然的咯。唔知什么时阵，金庸才会当转来球场，甲咱做伙拍球。咱阁会当过去转去迄段东间穷苦、穷烦难的日子。志强，金庸唯有家己想要行的路，什么人嘛无法度改变伊的。过去金庸是一个真有北长、真有正义感的人，因为一场车祸，煞互伊变甲真偏激，一场的家变，互伊惊受不贵了。这嘛是金庸家己选择的啊。人要做歹代志哦，无啥物理由啦。我看咱以后离抗的，啊若无吼，有一天哦，咱哪能死唔知。鲁爸，请你别安尼讲好无？不管金庸今日变做什么款，伊过去甲咱拍拼的事实，永远无得改变。志强，我知影你为着金庸的代志，心肝内足艰苦的，对无？你敢知影我是安怎艰苦？因为自责。其实，随着金庸出车祸刚开始，这粒石头就放在你的心肝内啊。你认为
初金明若不是为了要救你，伊嘛袂失去投球的能力，伊嘛袂变甲遮尔偏激。其实金明，就甲较早同款，遮尔乐观。无得卡，伊就当用理智的态度去面对伊妈妈所做一切，面对错一事，也袂走火入魔。想袂到我心肝内所想的，都逃不过你目睭。志强，你知影无？其实我心情甲你同款。因为当初，若不是我甲江美静大早搞不集团，搁欺骗伊的感情，伊嘛变甲亲像即马同款，怨天怨地，着亲不怜。所以应该受到报应，应该忏悔的是我。是吧？过去咱无得挽回，至少咱会当把握未来。咱做伙带伊回来好不好？咱做伙带伊回来。志强，你搁拍一支红不让我看好不好？志强，准备好未？要来啊！准备好。天公伯啊，我拜托你，千万唔通让我在这个时阵看无。心妹，把球投过来。好。心妹，心妹，心妹，你先哪？人发生坏事啊？好啦，安怎？我来救你啊！厉害，当咱西巴母袂清楚，你就两投球啊？但我唔真正会投手啊。我知影你唔是投手，因为你是我的弟弟。金庸哦，想要断尾求生，却颠倒跳入去家己挖的坑。伊即摆已经变成全民公敌，人人画牌不好做。良心的苦涩会永远对伊，这款生不如死的滋味，一定互伊痛苦一世啊！我看金庸这世人，拢免想要搁爬起来。古堡集团嘛，真紧就会物归原主。你安尼讲嘛对啦，即马国宝集团这大位，又搁轮到我来做。玲姐，国宝集团原本阮岛上就答应要互我才是未来真正的国宝集团的主人。哎，这个大位哦，你坐我坐，毋是拢共款。即摆咱两个已经是性命夹做伙的战友。讲了对，你的毋就是我的。爸，多少？你两个到底搁有偌多代志阮无啊？是你，江明志，
你摕周玉芬，敢是甘做？软禁心如甲球毛。爸，我嘛是被逼的。丈夫交代代志，我哪会敢记住？我嘛是因为良心袂得过，毋才甲代志讲互金庸知。还有你，中义，你知影我上怨恨的就是起，心是有够。恁两个，紧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就莫怪我无顾情，心手。这个金庸哦，竟然翻倒转来咬我一喙。其实也无啥物好奇怪，亲像金庸这款人，为了保全家己的性命，连家己亲生的老母拢会当出卖啊！伊阁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天底下上可怕的人，就是无人性。讲来讲去，大家心肝内咧想的，拢是伊都家族的财产。金庸也是啊，咱三个虽然是合作，啊，毋过大家拢咧等咧看，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？你希望是你，我希望是我。金庸是靠无咱两个先倒的。这就是你甲我是安怎阁会当徛做伙的原因，因为咱有共同的敌人金庸。金庸是一只拍袂死的家蛇，你爱说你，这只家蛇随时有可能变做一尾饭丝球。你先烦恼你家己啦，因为哦，我手中阁有一张王牌。你是讲计划？坐落来，欢迎你倒转来，等我一下哦。来，另外，咱做伙来见恁妈妈在天机。什么？我妈妈在天机？你是讲我妈妈？是啊。可能，林静，你甲我讲，我妈妈是安怎死的啦？较紧的啦。人事不能无生，你还想较开的。伊安尼哦，我真袂放心，我继续讲落去。是啥啦？是啥该害死你？甲我讲，你甲我讲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是你的亲生阿兄出卖你的亲生老母，而且你的亲生爸爸嘛有参加庆杀你的亲生老母。小心，你莫甲讲我冤枉你，我冤枉！唉，无怪哦，你无法度接受啦。这真正哦是人间的悲剧。后生出卖家己的亲生老母，亲生老爸不但见死不救，而且搁参加庆杀的阵容。是哦，这你嘛袂当怪你爸爸，伊当年哦就是差一点死伫你老伙的手。某要翁死，后生为了保命，出卖家己的亲生老母。这真正哦是人世间上悲惨的代志。高明志，你搞死啦！你寻上我的血，叫你人的血，这一切拢是你在帮我操作对无？你有啥物要做？你有啥物要做？警官，我疑心你想要挽回你的心，也毋过你心内安怎想拢是冯志强，是你逼我用非常的手段。好，我即马就甲你讲，冯志强的下场哦，会比任何人搁较惨。啊，恁爸爸，你是个查某囝，我当然好啊思考，怪找一个搁较精彩的方式，
送伊就死了。这个人哦，拢甲你有关系。我你目睭紧紧，看我安怎对付你。然后我会甲荣华富贵送到你的手头，互你甲我做伙分享所有的过年甲祝福。高云姐，你是去相信我甲你讲，你想我甲认命，乖乖做甘面前的某。若无，你以后日子会搁较歹过。林公飞啊，哪有这么悲惨的代志？囝要害老母，阿某搁小太，安尼家己囝婿，要杀死家己的丈夫无法度看。一切若是拢起笑的哟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是要安怎做啊？我一定会红粉再起，我一定红粉再起。金家的祖先，保孙金庸做了天体不良、人神共愤的代志，我对不起天，我对不起地，我对不起我亲生的妈妈，我真正想该死。我为着我家己的利益。出卖我亲生的老母，我该死，我真正就该死的。我是害死妈妈的勇士，不是我是勇士啦！咱收袂掉，咱收袂掉啦！咱收袂掉，咱收袂掉啦！金庸啊，你手是安怎？我的手有火，我着我妈的火。哪有火？这手惊遮尔生气，倒位来的火？我拄则明明有看到，我的手拢是火呢。我看哦，迄是你良心的老火啦。恐惊你这世人，不管是你双手，拢会bắt到叫你出卖妈妈的火。若这火会永远对你，你想要安怎试，你试袂掉。你是摆真得意哦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嘛要做害死我妈的凶手啦！得真心。因为你的贪心怕死，互你敢会当看到家己。你的心若是歹遐了度，我哪有机会进入你的心，控制你的理智？金庸啊，你敢知你的专长是啥？就是怨天怨地啦！你总是认为全世界人对不起，你敢看到你要爱，拢唔知影你家己拥有啥物，你永远拢不知足，拢感觉是每一个人欠你的。你唔是认为你妈妈对不起你，你天生亏欠你，本质就该死，用阻挡你的富贵的路。那我是你必须要拄着的目标哈！啊！安怎？你若无参照以前安尼反驳我？
我要替我家己赎罪，我绝对袂放过你个凶手的啊！你讲的凶手是啥？林天生。唉，林天生，怪罪你妈妈出卖伊，是安怎会歹想看卖？伊若无甲挑夫的结冤仇，这所有代志哪会发生啊？刚看这点，恁两个爸仔囝搁真戆，拢袂先想看卖，是毋是家己的唔对，就甲所有罪过拢撒去别人身上？我一定要伊付出代价。好啦，金庸，我要提醒你，刚才靠你家己一个人哦，是无法度完成你的心愿。林天生连家己的某拢敢杀啊，恐惊对你这个亲生后生，伊嘛绝对袂手软。假使讲哦，你的心愿无法度达成，就安尼死甲不明不白，那安尼我对金月嘛真歹交代。你意思是讲，你会当看到金华的面子上，甲我斗相共？金庸，伫这世界上哦，金月是你上亲的小妹，我是伊的翁，就是你的袂使。我无甲你斗相共，谁会甲你斗相共？高明正，你莫老总讲你是我来受伤的，我所以伫咧讲，孤掌难鸣，单膝难飞。就算讲你富贵加身，你家己一个人享受，嘛伤惜无吧？敢毋是？你来，便当来，便当来。喂，这个，啊，你早起早顿哪袂记食？我一无用就袂记你食。哦，啊，你是食着仙丹药啦？迄精神百倍，啊，无应该安尼连早顿都袂记食。诶，我看毋是哦，是毋是爱情的力量啊？你又搁讲我倒位去啊？我拄则去悟到一个道理的。较早咱伫咧球场的时阵，只要咱不断练习、搁练习，维持这种永远无放弃的精神，咱就会当伫咧球场成功。较早伫咧球场咱做会到，即摆伫咧上场，我相信咱嘛做会到。水，志勇，你这精神的快度吼，拢出来安尼，我看了以后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毋过事业我若拍拼吼，腹肚嘛爱顾，便当嘛爱食啦，吃便当啦。阿老爸，志强，阿伯，阿伯，坐一下。啊，免啦，我食袂落啦。我是一直想讲，金庸已经真后悔家己的行为，我想讲看安怎来个斗相共。但迄种人免甲斗相共啦。我看吼，甲金庸哦，到天啊好好去驾驶啦。莫干看到一个人外在行为来看伊的心。伊的心，会出卖害死家己亲生老母的人哦，迄叫做无心肝的人啦。有吧？我相信金明安尼做，一定有伊不得已的原因。而且我认为，对一个犯错的人，你去指正伊，不如去挽救伊。志强，我只希望金庸会当听到你的话。伊失去你这个好朋友，是伊家己不好气。问题是金庸无安尼想啊。志强，我有一个无合情理的要求。阿伯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，只要我做会到，我一定尽全力去做。是讲金庸敢会来你遮上班？当然会用者啊，这哪有啥问题？安尼真好，多谢你。无，我反对。志勇，我嚟拜托你，金庸问题你嘛足清楚的啊。庄子东对人来伤害都袂负啊，你搁要放伊入来，你是头壳叫歹去了啦。莫有讲啊，我已经决定啊。志强，阿老爸考虑都唔对啦，是我要求先结婚啦，当作我无讲，我来走。阿伯，我已经答应你啊，而且我所讲出去的话，我绝对袂收回来。志强，多谢你。
爸，金苗，爸，我当天看这人力银行看有啥物适合我的头路。哦，在找头路。爸，我袂呢哦，互你替我搁烦恼，我会重新出发。金苗啊，以前你讲白贼搁较骗，这回敢毋是超过伊讲欢欢喜的吼？爸，我知影过去我做了真多唔对的代志，包括对妈妈。其实我的生活内也真艰苦、真自责，我甚至想要去死。啊，不过，假使我若死，留你一个人伫咧世间上无人甲伊照顾，是要安怎？所以，我才会一想到你对我的温情，我还袂报答你，我就决定要好好活落来。我要替我家己，替我亲生的老爸老母，好好弥补你。过去是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，我只有排咧做命，继续向前行。爸，你敢愿意，搁给我一摆机会？金苗，你会当振作起来，阮大家拢真欢喜。我是咧想讲，你敢愿意加入振兴公司，甲我做伙打拼？志强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？你唔惊你受到伤害？这个，啊你袂成老就成老人痴呆，啊你开去吼，互伊拆条路北就好啊嘛。老爸，一个人若是一直互当做歹人咧看待，伊颠倒会自暴自弃，行为歹路。互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咱真简单就做会到，敢毋是？歹势，我无遐尼大尾，我是讲哦，伟大啦。志强，我看走去，我无想要拖累你。金苗，今晚会当放下家己身份，才是讲认真。伊用伊的真情去肯定伊，挽救伊的灵魂。我相信我嘛做会到，因为咱一直拢是结拜兄弟，敢毋是？别人伫对我落井下石的时阵，你会咧无爱扣我分，我对你造成的伤害，佮愿意甲我斗相共。我今仔总算知影，什么叫知己，什么叫好朋友。志强，多谢你。你是咧客气啥？较早咱是结拜兄弟，即马是，以后嘛一定是。永远拢是。那句哦，看你放假也是有啦，到时阵你就知啦。好吧。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和阮在一起。是麦子，你连礼拜人的年岁、性别都记录得尔清楚。记录了愈详细，就表示咱愈用心。Aris 公司啊，若看到这个资料，对咱就会愈信任。那安尼，因就更加愿意放手，交志强去经营啊。我因为志强做的，就敢若有处钱尔。伊啥物代志，拢为着伊考虑、细细想。我感觉我甲你比起来，我真就无路用的。是哦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
但我会当为伊做代志，嘛只有一段时间啊。我希望我会当把握感情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嘛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加我一点时间，看到志强成功。你一定会用的，一定要坚持落去哦。你是安怎啊？是不是没跟我走啊？无啦，咱赶紧把这做完啦。哎呀，你莫搁做啊啦！你的面是愈来愈歹看的，我带你去病院吼。唔免啦，我拜托你，你我该做完。啊，不过你的身体吼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敢讲，连这一点仔要求，你都唔肯甲我斗相共。我真正讲袂赢你。多谢你志啊。是白姐。医生，心脉这个病到底是安怎？因脑部内面的瘤有恶化的现象，若无赶紧动手术，恐惊的有性命危险。什么啊？想要讲，天公伯啊，暂时唔肯甲我斗相共。那你搁等什么啊？今晚马上动手术啊！不用啦，那安尼志强，就知我破病的代志啊。你着要死啊！啊，你惊伊知影？是的啦，我毋是故意的。你讲了无唔对，我实在要死啊！所以我才无想要志强为我这个罪人艰苦。没啊！你袂死的，你绝对袂死的！你别死！我当初我甲你做好朋友尔咧，我无爱你死啦，我无爱你死啦！志豪，我想着啊，我找一个理由，我甲志强讲，你要陪我去日本动手术，你就会安心开刀住院啊，安尼敢好？啊，毋过，我求你，你莫搁我毋过啊啦！你若是失去性命，啥物人会当帮助志强？即摆就干那有你，会当互志强上大的支持甲鼓励啊！中你挂电话。医生，麻烦你替你安排开刀的时间，我马上办住院的手术。好，我即马随来办。心爱姊，你着安心的开刀，志强兄你莫烦恼，我会替你安排。阿鲁爸，你哪即摆才来啊？啊，你打电话我的时阵哦，我拄拄好甲志强斗阵啦。我是编足一个理由哦，才脱亲的呢。啊对啦，志强这个王眼头，既然答应金融吼，来咱公司上班啦，你看会死也袂死啦。啥？志强是头壳歹去啊？咱互金庸这个恶魔来公司上班啊？金庸主管又固执，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甲志强和解。伊安尼做，一定有啥物企图。啊，你嘛知影志强的人足小情的，我那考虑嘛无效。丁小姐，你开刀的时间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啊。谢谢医生，我决定我不开刀啊。是为虾米？咱们已经讲好啊。是啊，假使金庸真是要来公司上班，那呢一定会引起什么风波的。在这个时阵，
我伫留伫志强身躯边。啊，毋过你好啊，莫阁也毋过啊。惠弟，我这条命是为志强留的。他说什么人要对伊不利，我一定甲伊拼到底。我一定风云再起，再起。有没有？我这间公司哦，甲你较早伫高宝集团公司比起来，低小真济，为不了。我即摆已经走投无路，你愿意收留我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激。哪会讲什么委屈无委屈？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咱永远是兄弟，你永远是我上好的 partner。志强，你。 了紧啊，拢以迄种牺牲家己来救别人的人，参像恁这款这尔好的人，我较看会出来，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所以我真正无资格活在世间上着。金苗，你莫有袂想啊，咱做人哦，爱向前看，回头看过去是无意义。来，饮两个。 恁大家等来要拄好，我想要正式宣布，为今日开始，金苗正式加入正新运动器材公司。志强，你目睭顾着喇嘛哦，阴鬼入体。是啊，我嘛感觉金庸无适合伫遮工作啊。是哦。志强，无啦，伊意思是讲，在过去金庸是国宝集团的总裁，伊遐尔有才华。 亲像咱遮尔啊细个公司，恐惊无得挽救伊。为着我应甲金阳讲好啊，阮两个要做伙拍拼，然后阮就会当做伙完成三级棒球中华训练营这个理想。是吧？高宝集团的总裁已经是过去啊，我即马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是一个需要友情啊爱情的人。 我相信你应该欢迎我的加入，才对。金明，假使你真是会当放下所有的怨恨，我相信你有一个全新的人生。但是，假使你的心肝内阁有一点仔唔甘愿，我相信迄一定会毁掉你的人生。我甲志强一定拍拼到底，我希望你嘛同款。 是吧？相信我，我会做互恁大家看。即摆金明就是正新公司的一份子啊！以后咱大家一定要做伙拍拼，把咱事业再用最好好。你要不要出来有什么代志？我来宣判你的罪行。你是杀的凶手，你甲妈妈压在山顶，无论我怎救你，你就是要对伊开枪。你甲我讲，你的良心到底在倒位？ 啊你咧？你伫老医道药科，啊某个面头前出卖家己亲生老母的时阵，你的良心伫倒位？我是不对的。老医道威胁我的地位，你讲唔信任我，我为着珠宝，我才会安尼做。我嘛是不得已的。我即摆所有的财产。 还阁有社会地位，拢是老医道予我。我免个对不起药客，更加免个对不起医道工作。
因为因对我拢有再造之恩。什么再造之恩？我们就是就靠。真好，无仔囝伤残这都结束，即摆换咱爸仔囝伤残。我要替阮妈报仇。真好，咱爸仔囝的温暖，就用这刀来解决。动手啊！动手啊！我林天生的后生，这么无魄力，我伫江湖中甲人走跳这么多年，对付人的时阵对袂软心。但不过我今仔日愿意死在你的手头，因为我林天生已经有人传过。动手啊！我今日放你走，并无代表我原谅你。真正是足恐怖的呢！查即摆靠啥就互伊杀死啊！看这个情形，无送精神病院袂使。你家己我害了，讲不讲清楚着？不是我害警官的。是死的伊刀卡做出来，所以这厝的每一个人拢是伊冤仇人啊！你莫甲爸爸遐惊好无，警官？妈妈是啊，是哥哥害的，是阮妈妈才让我这么悲惨的代志。你愿意接受我这后生？你身躯流的是我的血，这是永远无办法改变的事实。我一直这样信任你，你现在做咩安尼做？你带我离开你的公司，我已经会拖你。啊，你家己无爱相信，是咧怪啥？为今仔起，咱个人行个人的。